Coat of Bell 聽過未先？我哋今日講佢嘅故事。起源咧就係日本 Suzuki 兩兄弟喺美國嘅 Kickstarter 同埋台灣嘅扎扎眾籌開始嘅。啟發到佢哋整袋嘅原因係因為10幾年前佢哋見過 Harvest Label 一款超多格數嘅袋，原來係可以咁方便。原先咧佢哋想做細袋先嘅，但係咧因為細袋咧唔夠大眾化，佢哋驚瀨嘢，所以最後咧就開始咗整佢哋嘅第一款袋 X-Pac， 全部都用靚料 X-Pac、Cordura、Bitlock、Hyperlock， 仲有 YKK 拉鏈，大容量、超多格數。美國當年嘅銷量非常之好，不過估你唔到嘅係台灣原來仲勁，係美國嘅 double。之後咧，佢哋就開始出翻自己中意嘅細袋啦。喺 Suzuki 兩兄弟嘅概念裏邊，一個袋唔應該係得一個 purpose 嘅。新出嘅 NS Kit 裏邊係一個超多格數嘅 tap pouch 嚟嘅，外邊就係一個 sling bag。設計師就係想你選擇點樣去用呢個袋。仲有最新出嘅 Basic Paper Head， 用咗環保嘅 EcoPack 面料，加埋透氣嘅設計，防水防曬又通爽。聽咗咁耐日本仔 design 有冇 feel 先？